師傅，我再換呢個。得，調轉咧，用啊！狐仙娘娘顯神通，命運從今在掌中，大顯威力，一定要放手。得啦，狐仙娘娘會扶持壇下女弟子遠道而來狐仙中壇拜狐仙娘娘，咁呢，佢呢就動起個雞蛋會免費得到狐仙娘娘開光畫像，或者係呢啲閃閃靈嘅呢個紫金沙開光狐仙吊墜，就會保佑壇下女弟子貌美如花，艷壓群芳，人見人愛，讀書金榜題名，大吉大利，企在人前，立在人上，都百病消除，都永無反覆。財雄勢大啊！第日富甲一方，弘揚狐仙道脈，大顯威力。